台南市目前总共有649个里，县市合并了后，温暖大台南的愿景，更加落实伫每一个里甲社区之间。目前全市布建完成的有超过400个据点，为了方便长辈到照顾关怀据点，圣耀课后照顾中心的董事长王建元嘛特别捐赠一台接送车。今仔日嘛非常欢喜，我们后甲社区，我们后甲关怀据点，咱的王建元董事长，王主委，帮忙来提供这个专车接送的服务，这非常不简单。捐赠这个其实昨天我记一个啦，我们富康巴士全台南市有155部富康巴士，它每年要跑25万趟，平均一部要跑1650趟，一档啦。一趟如果甲伫溪坝迄较远的一抓一趟，一趟如果100公里，一年要走12万公里；一趟如果50公里，一年要走85000公里，迄种消磨做大的，所以这个接送都很需要帮忙。谢谢我们王主委阿元伫地方不但是大家拢非常敬重的，嘛是对咱社会福利无遗余力。捐赠的仪式包括市长黄伟哲、东区区长黄炳源，还佫有侪位的中央甲地方的民意代表出席。区公所表示，目前后甲社区发展协会除了伫活动中心设置关怀据点以外，伫今年度还佫受到教育局的委托，接办东区乐龄学习中心，提供55岁以上的族群有多元化的学习机会。除了教会本地长者以外，嘛希望鼓励更侪乐龄的族群会用积极到场参与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